大家好，我係紫微斗數師預言。今日要講呢個生肖呢，喺馬年呢會得到一粒有利事業嘅吉星喎，就係屬蛇嘅你啦。呢粒吉星呢就叫做六分星啊，對事業有利，亦都會令你呢容易得到人哋嘅賞識噃，有利正財。但係喺馬年呢，亦容易因為呢另外一粒叫做蜜月嘅星喎，容易呢令你嘅同事呢因為妒忌你呢而呢排擠你嘅，令到你呢覺得有啲呢孤立。預言老師呢建議你不妨呢多啲同同事去玩，請同事飲飲食食啊，咁呢就能夠可以改善呢個情況噶啦。除此之外呢，蜜月星再加上另外兩粒凶星的煞星同埋亡神星呢，就代表咗呢意外啦、突發疾病呢或者災禍噶。所以呢，馬年雖然有利你嘅正財，但亦都同時呢，你要提醒自己啊，小心因為呢粗心大意啦、精神唔好啦，而造成呢一個嘅判斷錯誤，或者係呢因小失大，導致呢你有財物嘅損失噶噃，小心啊！歡迎訂閱預言說命運，拜拜。